講。跌倒的瞬間，擂台上面離開，打輸了尚餘10秒靜。但去到絕境，腎上腺素有身體給甦醒，信念堅定。人生裏難事是練成，然而敗部仍可給口氣，就原地再拼。因此當你跌低，記得輸了某局別要輸心境，坐定等下種非你本性。能撐多遠，多不死心就撐得多遠。沿途被為單手擊倒，既然難免，你尚有權拾回自主。斷氣斷，來重拾你身體碎片，這更頑強的你，別為無力心酸，你最迷人的性格，源自你被擊倒的那天，犧牲在前。快轉身躍起，彷徨欲望沉溺多幾秒就全面泄氣，安於躺到尾的扶不起，這10秒只是給美麗地中找到真理，調整那啖氣。能撐多遠，多不死心就撐得多遠。沿途被為單手擊倒，既然難免，你尚有權拾回自主。別氣短，來重拾你身體碎片，這更頑強的你，別為無力心酸，你最迷人的性格。數十遍參相似你弱點，又在單程捱過，你更難忘輸。能撐多遠，多不死心就撐得多遠。沿途被為單手擊倒，既然難免，你尚有權反璞逆轉，連你想到手，仍能被你一秒扭轉。那遙遠火勢是來自一線，暫時是一點，再變成一線，仍是夢裏動人場面。跌倒的瞬間，擂台上面離開，打輸了尚餘10秒靜。但每個絕境，是讓你我突顯出多艱苦，尚有激情。人應該好勝。